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我是李国林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汉语课堂。今天学习第15课，其他都没什么问题。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语法和生词，现在我们学习课文。首先看一下上节课我们学习的生词，跟我读：留学、水平、提高、练习、完成、句子、其他、发。同学们懂了吗？现在一起跟我读课文。在办公室，老师，我来中国留学2年了，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啊。你每天认真学习，做练习，完成作业，一直不错啊。这是我昨天的作业，您帮我看看对不对？写得不错，除了这个句子的意思有些不清楚外，其他都没什么问题。谢谢老师。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现在老师给大家讲解。首先在办公室，in the office， 俄语。好，第二句，他说老师是什么？无其界里。大学老师可以说是prepodavateljinica，中学老师是无其界里。但是在中国，老师统称，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我们都说是老师。我来中国留学2年了，这是拼音，就是说I have been studying China for 2 years。对，я два года училась в Китае。我来中国2年了，懂了吗？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儿也不快啊。他来中国2年了，但是他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也不快，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是俄语的翻译。немного бавился， 但是however, my Chinese levels hasn't improved very fast。 第三句，他说你每天认真学习，认真学习是什么？他说 de gardejin， 每天 gardejin， 认真是 серьезно учиться， 认真，这是认真的意思。做练习 делать упражнения， 完成作业 задание， 我们的家庭作业是 домашнее задание， выполнять， 一直不错 всегда хорошо， 对不对？一直不错，这个是表示是一个语气词。这里用到的语法是一点儿，还记得吗？老师曾经给大家讲过一点儿，比如说这个手机一点儿也不贵，中国的手机一点儿也不贵，对不对？好，下一个，这是我昨天的作业，Это мои все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你帮我看看对不对？帮是помочь，帮我看看对不对？对不对是 правильно меня помогли， 这个懂了吗？他说 This is my homework yesterday, please check it for me。 帮我看一下。好，
我们来看第5句，他说的什么？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哎，неплохо，不错。написано，写得不错。除了这个句子的意思有些不清楚外，除了是кроме того，哎，что семью эт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есколько не я，哦，对不起，老师俄语不是很好，那同学们可以自己看一下。他说 ，It's well writing. There's no problem except that the meanings of sentence is not clear. 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其他的，drugi 没有什么问题。他说 вопросинет 没有什么问题。他说谢谢老师 ，спасибо учитель。同学们懂了吗？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哎 ，if you don't understand some things in the future， 哎，потому что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怎么样呢？可以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是什么？позвоните или посылать email 是邮件的意思。这是我们第1个课文，同学们，你们懂了吗？好，看完第1个课文之后，我们再看第2个课文，在教室。好，同学们跟我读，在教室。在这篇课文里面有2个词需要我们知道，第1个是要求，第2个是注意。好，跟我读。老师，除了小云，其他人都来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小云怎么还没来？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他在路上呢。不等他了。他先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老师，您放心，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拿第1。同学们，这是我们学习的 Text Diva， 在教室，教室是 auditori， 对吗？有2个人，一个学生，还有什么？老师 studente или учитель。那这篇课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老师他没来，他没有来。учитель она не пришла， 他没有来。其他人都来了 остальные пришли， 来，同学们懂了吗？要是不会读，请看拼音。第2句，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一个了，对不对？小云怎么还没来？这个地方是小云的意思。小云一秒，把其木打捏。приехал没有来。The game is about to start. Why hasn't 小云 come? 为什么小云没有来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刚才给他打电话，要记好，刚才给谁？给他，给小云。Просто позвони ей， 他打电话。Она уже едет， 他在路上，就是说他快要来了。Она будет ближе едет。下一个，不要等他了，不要等他了，是什么呢？不要等他了，你也日季节也有，我先讲讲，先就是snećala，乌鸦snećala，讲讲是 rasgaru，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要求，这是要求什么比赛？这个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地方，什么地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同学们懂了吗？往下，老师您放心，您这是您，看拼音您。учитель успокойтесь，我们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拿第1。М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拿第1 белый сегодня，懂了吗？
再往下这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第2课。现在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了2个课文，现在我们要学习第3个。